下班了，独自一个人好无聊哦，想要找个人一起吃饭，顺便联络一下感情。这时候呢，会出现一句话：今晚一起吃饭好吗？听清楚喽，安不呀，Q哈是呀后么？安不呀，Q哈是呀后么？安不呀，Q哈是呀后么？听清楚喽，赶快去看看怎么用这句话。走。安不亚穷哈是压后么？耶，收工了，好好庆祝一下。哎，米儿，晚上有空吗？安不亚穷哈是压后么？晚上一起吃饭好吗？这一堂一吃，安不亚穷哈是压后么？晚上一起吃饭好吗？Q 哈是鸭，怎么了？嘎型哦，对我那么好。哦，你这样讲很糟糕呢，感觉好像我很小气一样。我不是嘎型加薪，我跟你讲，我是中乐透，所以要请你吃饭，这样周得猛，可以吗？好啊好啊，那我们一起去饭店吃饭吧。不用去饭店，我跟你讲，有一家蠢堂餐厅很好吃哦，我带你去就可以了。好啊好啊，那我们一起去吧。走，东西赶快收一收。下次要约别人吃饭的时候，就可以使用这一句话：安不呀，Q哈是呀后么？晚上一起吃饭好吗？那今天教的单字都记住了吗？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复习一下。复习时间，晚上一起吃晚饭好吗？安不亚穷哈是压后么？安不亚穷哈是压后么？加薪，嘎型，可以吗？做得么？饭店，餐厅，船堂。行真耶客家 B&B，揾人睇㗎，鄉下嚟講客家吧。